好，咁再一次多謝稅務學會啦，同埋 Evan 嘅介紹啦。咁我哋有機會同你哋大家分享多啲關於喺個叫做反洗錢、反恐怖主義融資嘅風險入邊一啲嘅情況嘅。咁今日咧個話題咧就會比較啲啲，係講一啲 culture 嘅情況嘅。咁啊內容包括當中啦，會有啲個案嘅分享啦，係啦，有啲咩行業係容易被洗錢去影響啦。係啦，咁究竟咩叫合規至上文化咧？同埋一啲持續監控嘅謬誤啊，點樣做風險評估啊，同埋一啲培訓大家需要知道嘅一啲內容係啦。咁同埋究竟而家現時我哋做專業嘅反洗錢或者恐怖分子金融嘅合規嘅方面，究竟有啲咩挑戰咧？最尾有一啲更新關於可能係呢個叫做可疑交易報告，同埋點解其實以上講嘅嘢同你都有關。咁希望通過今日嘅分享咧，其實大家都可以好清晰咁知道，我哋做咗咁耐啦，2018年開始到而家，其實話多唔多話少唔少8年時間，究竟大家係停留咗喺8年前嗰種模式啊，定係話其實大家都有進步嘅，更加有好嘅意識去做呢個反洗錢同恐怖集資嘅一啲嘅 defense 嘅會係啦。咁陣時先分享少少嘅 case 啦，會係咁啊，呢個 case 咧2025年嘅，咁我快少少 load 出嚟俾你大家睇到個 reference 啦。case 相當簡單，佢都係一般好正常嘅洗錢嘅方式，就係有啲策劃者啦，咁佢會教唆一啲佢哋嘅俗稱叫做人員啊，工作人員啊，就去將一啲空殼公司設立咗，咁而資金咧就會通過啲空殼公司咧，亦都通過當中設立嘅一啲銀行啊、戶口啊，去分散去唔同各地一啲其他嘅註冊度嘅。咁呢個流程呢個方式咧，其實唔係一個難見嘅事情嚟嘅。咁但係個 case 咧，其實好簡單嘅啫，拘捕咗4個人，呢4個人咧，佢哋擁有咗50幾個銀行戶口，當中係經3間空殼公司去做嘅。OK，咁空殼公司入邊亦都有啲 connection 嘅 party 啦，就有金錢服務科嘅人啦、投資公司嘅董事啦，咁亦都咧知道啲空殼公司咧，好常就喺個註冊地址度就冇任何操作嘅。咁而過往當中有好多大額嘅交易，成件事咧，其實咧佢當中由2023年開始。係啦，佢當中有大概6000宗嘅交易，係就已經可以 form 咗呢一個價值26億嘅洗錢案件。係啦，咁當中涉及咧，佢哋聲稱有1800個貿易伙伴，而當中佢哋描述嘅產品或者嘅銷售嘅方式咧，通常都係啲電子產品啊，做 trading 啊咁樣。咁呢樣嘢點解分享俾大家做個 case study 咧？就唔係研究佢點解去洗錢同點樣洗到錢，就係諗緊，咦，又係空殼公司，又係做呢啲咁簡單嘅操作，點解都仲係可以完成到呢啲洗錢嘅動作嘅咧？究竟啲罪犯啊，佢點樣去利用我哋叫信託及公司服務業啊呢啲嘅一啲漏洞或者一啲慣性去處理呢件事，令到佢哋得益嘅？咁陣間會講多少少嘅。咁呢個其實一個 case 啦。